个蔡小姐吼，什么人？迄个啊马来西亚迄蔡小姐啦，对，嘿嘿嘿。安尼讲啦，若是有可能咧，想要邀请，讲若有迄机会，还是安怎吼？邀请你去马来西亚工作。哦，有机会啦，我想嘛真好啊。有机会啦，看安怎啦。嘿啊。有迄个想法啦。我可能按你这边，我不用这个。这边吗？你如果可以的话，就关掉。是谁呀？哦，就我收起来。哟，平安。平安。咱他看叫伊去，伫落啊吃啊。较紧嘞，较紧嘞。我说你有看新闻无？今仔日哦。今仔日无看咧。咱个伟大总统讲命令，迄个教会爱开放。哦 ，OK。啊，咱要叫加州，还是要叫总统？咱当然爱照加州啊！你啊，关是伫加州，也毋是关伫迄个华盛顿 DC 啊。呀，我今仔无看呀。毋过我看 Orange County 毋是今仔日啦，即个总数的时阵，我看伊无落来呢，嘛是照常搁咧进行。加州一直无落来啊。呀，所以是第一波也未了咧。呀，无毋对啊。平好。来开电话。我哩当家电话啊。哈？我讲你到家电话。是安怎？伊声迄个。你觉得是？大家好。好。搞炸。搞炸。吴大哥搞炸，伊丽姐搞炸。老叔搞炸。哦。你讲一个搞炸，我煞毋知影要哪赢啊呢？啊，你上早起来啊？无人来，干那呢？无花遐来了。Hello。搞炸。即马都毋是会使，你干那咧搞炸？平安啦。我叫去掉。你想我啦？恩主，你想我？对，我就想你不用申请。啊。你不用申请了。平安。哪里吧？这样子。
牧师，牧师，是，我那我跟下班快点力。等一下，我觉得这个声音，听得到声音吗？有听到是有回溯。我嘞。哦，喊在底下咧叫。嗯。哦，决定我。哦，你在走路。对，下班的运动时间。我那天下班刚好从我们那个社区进来，哇，他快点了，不喊蒙苏尼。我赶快摇下幕，赶快叫你们打来湾跟腿参加造团，我快点力呢。这是我的讲，这就我的病名。明啊，等一下啊，我觉得我好像有2个东西。对了。什么人来搞？有出去了搞？系啊，伊伫外口咧叫迄鸟啊。你不都要？我的公来看看，你讲刚刚有人的声音，我在讲话。我加2个呀，怪怪的哈。关讲科技的怪怪的。喂。我关掉一次。他是跑下去了。上来好不好？大概是。好啊。安尼有较好啊无？安尼嘿，安尼较正常些。歹势。不要紧。伊啥物人头壳我早咧讲。伊咧行路啊，咱也甲看伊头壳讲对对。地下出咧行路。希望你们不要骗我想要就是运动，但是我又想听故事，大家那个。没关系，我们不会介意。讲。我们不会介意的啦。好。看一下。本来要想要过来做见面，没有看到你们。好像是我另外一个方向去。小声很细。我在等等看那个。
下开始查经的时候，我还是把我的那个 mute 起来，我怕其他的外面的声音会干扰到大家。没事。好像都听不到。我有听到你讲，现在好像是牧师那边的网络不大好的样子。我看，对，我看到他的画面一直在转。呀。然后好像我都听不到什么声音。现在都没有声音，可是你听得到我讲话吗？我只有听到平平的声音。对。奇怪，好像大家也都不见了。那个文华虾是把声音 mute 起来了。哦，好，那我 mute 起来好了，我怕外面的声音会影响到大家。还好呢，还好。我听到文华虾，我听到啊。OK。真好听，真可爱。没啦，无感觉有回音。你有看到我咯？有，我有看到你。真高水哦！即马是感觉无输遐的网络好像不好。有问题。因为无输就定格在那里了。根本没有看到。黑黑的一片。对啊，黑黑的一片。安尼伊是不是爱去外口行咯？再用手机。他用电脑啊。对啊。你去非洲，所以就比较哦。Cox 也是迄个，你是 cable 也是迄个。是 Spectrum， 但是讲是上好的，但是无影足稳定的。啊，拄好，阮这个遮吼 Cox 是修理啦，伊本来讲我修理到10点，啊，但今个袂当给你。我还上简单，我 AT&T。AT&T 看地区啊，像阮这边这 AT&T 的吼，讯号足歹，啊有的所在就足好诶。这是好势啊 ，AT&T。哦，我大诶，阮兜遐嘛歹。当时好像转到这边之后就。无好啊。蒙特跑这边 AT&T 无好。来，拍摄，现在可以了。没排。哦。奇怪，哪有迄杂音这么大？对啊。哈？边仔可能有动物啦。外星人在讲话。世人都在寻求。奇怪，啊，迄声还阁有呢，吼。没错吼。头拄无呢，吼。好啦，不管了啦。来，昨天阮搁一摆伫你面前献上感谢，求助你来帮助阮伫即个中共的即个武汉的疫情的时阵，会通靠着即个科技来连接，伫心灵顶悬靠主你来共强。阮伫遮要来用圣经的话语来三角提醒、三角勉励，求主你来帮助阮会通伫即个中间
会当牵着你，会当互相来联系，互相来祈祷，互相来关心。祝愿感谢你的恩典，求主你继续来带领，互阮会当做伙来度过这个艰难的时刻。阮当组织要来用祈祷的心，来领受主你的教示。你的恩典教给阮用，阮为着今仔日暗时的组织，献上感谢，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好，咱来唱这首啦吼，这首是因毋知影啥物人做，但是是一个原住民的现代诗歌安尼啦吼。好，咱来。世人都在寻求人生本质的喜乐，人需要心灵平安。当你认识耶稣，你必必要歌唱，像一清晨得着了亮光。当忧伤失望，真向我们飘来，不要慌，就在你旁，只要告诉耶稣，你让他牵你的手，这便是你人生的平安。世人都在寻求人生很久的喜乐，更需要心灵平安。当你认识耶稣，你心必要歌唱，像一清晨得着了亮光。当忧伤失望真向我们飘来，不要慌，就在你旁，只要告诉耶稣，你让他牵你的手，这便是你人生的平安。好，来，咱开始来读今仔日的圣经，今仔日圣经，咱搁换倒转来兄弟来读台语的，来，我来先读，后壁自动啦，咱拢总有18节，18节，我来读5节啦，后壁，咱自动后壁来接啦，对上帝的旨意，照基督耶稣活命的应允，做基督耶稣的使徒保罗，恢复我所遇的影，提摩太，愿你对爸上帝甲咱的主基督耶稣得到恩典、怜悯、平安。第3节。我感谢上帝，就是我线接列祖用清气的良心所服侍的。伫祈祷的时，我少年你无煞。第4节，记得你的流目屎，年日心无见着你，互我满心欢喜。第5节，念着你内心无假信，这个信是大声点伫你的外码。罗伊甲你的老母有年纪，我亲信，这个信也是点伫你。第6节，什么人要来接？为了这个缘故，我点醒你，爱你将上帝对我看手所付你的恩赐，搁奋志。
亲像火搁焰一样。因为上帝所赏赐咱的，毋是惊吓的心神，就是宽容、仁爱、守己的心神。所以，甲咱的主做干净，无得掠做见笑，也无得掠我的主的求欢来见笑。着照上帝的宽容，为着这福音三甲受苦。伊求咱用性的调咱，毋是照咱的行做，是照伊家己的旨意甲恩典。这个恩典就是永世代的诞生，伫基督耶稣赏赐咱的。若是现今，当对咱的救主基督耶稣显现来表明的，伊已经废无死，佮福音和活命甲未败坏的，拢显明。这就可以了，这个看。做使徒、做教师，为着这个缘故，我也受这个艰苦。若是我无掠做见笑，因为我所信的，深信伊会保守我所交托伊的到迄日。我为伊对我所听去，端正的话的模样，就用伫基督耶稣的信甲仁爱来遵守伊所交托伊的好事，你着以我靠得即个咱的圣神来固守伊。后一节换人，第4节。建议兄，你来读好无？建议兄，来。我读哦。好。伊阿西亚的人经陪我，这是你所在，其中为结路乌摩基尼16节，愿主怜悯阿尼西弗的家，因为伊我听，唔知咧。豆豆保我的精神，也无掠我历练做见笑。好，来等者哦。好。伊伫罗马的时，殷勤找我，就记着。愿主互伊伫迄日对主来得怜悯，也伊伫以弗所用先找条啊。偌济项。你也明明来，这个中文的，咱请第2先读。我是保罗，我奉上帝的旨意，做基督耶稣的使徒，来宣布他借着基督耶稣所应许的新生命。我写信给你，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父上帝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恩典、怜悯、平安给你。来，是的。我感谢上帝，就是那位我跟祖宗一样用清白的良心所敬拜的上帝。我日夜在祷告中怀念着你。一想起你惜别时所流的眼泪，我就急切的想要见你，见到你，我就会满心快乐。我记得你那纯真的信心，就是你外祖母和你母亲有尼基所有的那种信心，他们的信心，我相信你也有了。
这第60，请评评。那在我看守时，上帝所赐给的，你要使它像火一样燃烧起，因为上帝的灵不闪却，相反的，他的灵会使我们充满力量、爱心和自制。因此，你不要把为我们的主做见证当做一件羞耻的事，也不要因为我为了主的缘故成了囚犯而觉得羞耻。你要按照上帝所赐的力量，为福音分担苦难。上帝拯救我们，呼召我们做他的子民，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行为，而是出于他的旨意和恩典。他在万事以前就借着基督耶稣把这恩典赐给我们。现在由于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的来临而实现了。基督已经毁灭了死亡的权势，更借着福音把不朽的生命彰显出来。为这福音上 ，OK。11节，来11节。等着伊丽姐来读一下。答对。11节到14节。我讨论了，为了这福音，上帝指派我做传道者、使徒和教师。好，第12来哦。因此我才受这苦难，但是我乃然满怀确信，因为我知道我所信靠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他所托付给我的，直到主带来的。13。你要坚守我所给你的那健全的信息，作为你的规范，也要守住我们跟基督耶稣连结所得到的爱心，要这样在我们内心的圣灵持守那给你的美。来，你伫这拜托你来读，后壁4节。黄色。你知道，在亚细亚省的人都离弃了我，包括维吉路和黑摩尼奇尼在内。愿主黎明阿里瑟佛一家，因为他屡次鼓励我，使我精神愉快。他不因我做囚犯而觉得羞耻。一到罗马就四处寻找我，终于找到了。愿主使他在那日子得到主的灵明。至于他在以佛所为我做的许多事，你是清楚知道的。好，多谢。好，我一点仔时间，我会来OK， 无问题。我检查一下。继续吼。OK， 咱来看吼。今仔日是保罗写互提摩太后书啦吼。后书咱直接来试看是，伊开始用请安，然后后壁开始讲一寡代志吼。咱搁甲经文较重要的部分，咱用空格来加强啊。来，伊讲咱的声音家己来开哦吼，我无要甲咱控制安尼吼，咱的声音家己开伊。上帝的旨意，做基督耶稣的使徒，接触所做应许的新生命。我写信给你，我自己读的。
我亲爱的儿子，这个就是圣经，他就填充。他没有强调了哈，来看你家这段话的前后来这一方面哈，天上是的怜悯平安给你。OK， 好，所以类似说天猫来收主的，上站，谢上帝。我感谢上帝，就是那位我跟主宗一样用清白的良心所敬拜的上帝。我日夜在祷告中怀念着你。OK， 所以。咱哋都有家嘅模式，咱哋就看看这个民生系统咱哋嚟力量，一想起你惜别时所流的眼泪，我就急切的想要见到你，就会满心快乐。我记得你那纯真的信心，就是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尤尼基所有的那种信心，他们的信心，我相信你也有。虔诚。所以，我提醒你，那在我为你按手时，上帝所赐给你的恩赐，你要使它像火一样燃烧不息。OK， 咱要真实说下，真实说下每方面，不要小看自己年轻，要懂得务实，要懂得继续往后。我总结最后是谁啊？因为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灵，不使我们胆怯，相反的，他的灵会使我们充满力量、爱心和自制。神的我。因此，你不要把我们的主我们主作证当做一切羞耻的事，也不要因为我为了主的缘故成了囚犯而觉得羞耻。你要按照上帝所赐的力量，为福音分担苦难。上帝拯救我们，呼召我们做他的子民，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行为，而是出于他的旨意和恩典。他在万事以前，就借着基督耶稣把这恩典赐给我们了。你是好学生。重点了相当准备来了。第10节。由于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的来临而实现了。基督已经毁灭了死亡的权势，更借着福音把不朽的生命彰显出来。因此，为了这个苦难，为了这福音，上帝指派我。使徒做教师，传道、使徒和教师。
OK， 好，这是歌德自己清楚的呼召。因此我才受这些苦难，但是我仍然满怀确信，因为我知影我所信的是一句。这读台语较顺哦，也深信他能够保守他所托付给我的，直到主来的日子近了，主再来的日子。哦，连歌拢出来了。第13，你要坚守我给你那健全的信息，作为你的规范，也要守住我们跟基督耶稣所信跟人信心和爱心。仁爱。 OK， 信心、爱心非常重要，与知识相关。要借着住在我们内心的圣灵，持守那付托给你的美善。 OK， 中文借着是没什么意思哈，但是你看这个God let a good deep peace. 啊，主机你我把你的声音先关掉啊。好。我觉得从你那边有一点回音，我先关掉试看。有没有？要不了，一点点。那个回音，要做关的。安尼咧，安尼较好，安尼较好吼。好，安尼较好。我敢若袂出人在冤家咧。拄则唔知影嘿，安尼我先甲这个关起来。好，我伫遮特别甲这个，我倒转来14个头前吼，我互咱看一下。第一个问题吼，中文的借着，伫英语吼叫做 guard， 伫这个所在有特别咧讲到你爱去持守的，其实伫后壁看哪有这个字，看哪有这个字，伫咱第4个答案了后。后壁佫一个 guarded with the help of the Holy Spirit who lives in us。所以迄个 guard， 你爱持守迄个物件，甲头前的借着，借着跟后面圣灵持守，那2个字是原来是一样的。所以你爱去保持迄个现行互咱的迄种美善，伫这个所在。它是很强调的哈，非常强调的。OK， 然后来15节，你知道在亚细亚省的人都怎么样？都离弃啊，包括某某人哦，他直接点名呢哈，他直接点名。啊 ，OK， 16节，愿主怜悯阿尼瑟弗一家。他屡次怎么样？他这边写说什么？屡次鼓励我，言语呢，原文的意思是讲有 mercy on me， 就是讲对我足仁慈的啦，不是干那鼓励也袂到，迄个原文的意思这个 mercy 伫这个所在足重要而且用上帝的慈爱，底下来宽待保了伊讲使我精神愉快，他不怎么样，不因我做囚犯而觉得怎么样 ？ashamed， 无感觉见笑了无安尼感觉见笑安尼好，来17，到罗马他就怎么样？但夜还也足趣味啦拄则建议咧对咱读的时阵讲道保我的精神啦道保我的精神，到罗马了后就足温存来找我啦四处找我search hard， 足用力的安尼咧找安尼毋是讲安尼凊彩交代一个安尼就好啊。来18节，
愿主使他在那日子得到什么？主的怜悯。至于他在以弗所，所以开始介绍这个叫做阿尼瑟佛这个人，伊的背景，伊是伫以弗所在地的教会的同工。保罗的时代，伊就伫遐服侍做保罗同工，然后到罗马的时阵，佫真讲迷信迷乱安尼去找保罗，甲表达伊的关心啊。为我做许多事，你是清楚的，所以这个背景啊，好，安尼我开始来讲到这个咱今仔要讲的问题啦，吼。当然，咱搁一摆来去看这个。你要讲以前，你会当 try 用海啸的迄个跟麦克讲，你无叫我拢听无，那是我你听我讲。你这是算回音呢？这回音按照嘛，你爱关一个调啦。无迄个无开呢。无，你敢若用伊个讲安伫伊个，莫用你的麦克啦。哦，安尼我看卖啊，等一下哦。你有人用开电脑无？啊，你 speaker 爱用了。这是 speaker， 这就是另外。安尼敢听有清楚？安尼了有啊。安尼较好啦。安尼较清楚。哪里？我唔知啊。这个吗？哎呀，安尼敢听有？清楚。安尼无干扰啦。哦。过来啊！打啦。安尼敢有？刚刚 force。无伊。可以。来啊！我感觉是网络无好的关系，我看无输定格呢。我即马无看，无看数。有回音啊！你听敢有听到我讲话？有啊。对啊，我嘛看到你，输甲文化遐，这边拢咧转呢，拢定格呢。我拢有看到你。哦，有我即马好啊，无输就定格。无输你用迄个城市无？用迄个地上无？你给他试试。你有用电脑无？被插彩。我说你爱关音，电脑啊，关起来哦。无，我一个尔。我快点一个，你那无理话，你有两个亚洲的。你个关。我说你爱关来看。安尼听了安怎？若听了有清楚，甲我用手比一下。OK， 所以恁的声关起来就好啊。恁的声关起来就好啊。吼，来 ，OK， 好。咱来看到今仔日个经文的背景啦，吼。当然，咱爱搁来了解整个伫亚细亚，就是即马土耳其这个地点的迄个重要性啦，吼。
咱知影，伊有所是伫迄个亚细亚，就是即马土耳其的靠地中海的即个海边啊，达摩岛头前即个所在吼。所以伊是欧洲通亚洲一个真重要的一个交通要道，政治也好，经济也好，宗教也好，拢是足混杂的一个所在甲国家啦吼。咱知影罗马帝国的统治是安尼，所以伊若过来即个亚洲的部分，是毋是到埃及即个部分，就是爱通过即个亚细亚。亚细亚就算一个真重要的地点安尼吼。好，人口混杂吼，有当地人啊，有罗马的军官啊，有出外的犹太人啊吼。教会人真济，嘛是拢混杂的吼，所以基本上伊遐的文化好啊，宗教也好啦，也是伊遐语言也好，拢有足大的问题吼，伫即个所在，当然嘛有遐一寡异端学说啦吼，伫遮吼。咱对经文的内底吼，咱要来看见保罗甲即个提摩太所提醒遮的话，咱来去。咱要来去了解遮的问题啦吼，所以我互咱的资料内底有真济甲这有关的物件。我着来用读的来甲咱来了解吼。那伫我互咱的手中的资料来看，就是讲，这是保罗最后一张批啦吼，要互即个提摩太的批，也通讲是保罗的遗书吼。伊是伫即个纲目内底所写的吼。伫即个所在，伊咧讲到有真济人离开伊，伊讲到遮个人的背景，伊讲遮个人是亚细亚的人，意思就是讲是一个外邦的人伫教会内底。即个互咱来思考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讲保罗捌伫提摩太前书内底讲到，伊讲。唔通互初来教会的人担任迄个监督的职务，唔通互伊担当监督的职务，因为你无了解伊，伊嘛无了解教会的特质，所以伊伫即个所在有可能亲像安尼，因为一寡原因就背离遮个同工，也是讲背离教会的原则。伊讲，只有一个人叫做阿里瑟弗的基督徒来安慰伊吼。伫提摩太后书，咱今仔日个经文内底16到18节，伊讲到即个部分。早期通伫传统的中间，咱咧讲到保罗大概是伫尼禄做王吼，尼禄皇帝的时代伫迄个罗马顺道的吼。嘛有人安尼讲，伊是即个提摩太前后书伊是伫罗马的所在所写的。整个的书信中间真明确讲到保罗伫罗马写批予即个提摩太，所以大约伊的写批的时间差不多是主后64年到68年即个中间。真可靠的一个资料来查考，真有可能大概是伫主后64年吼。当然伊当时写对咱的信仰无介重要，但是就讲咱大概了解保罗伊的一生吼，伊大概就是伫迄个时代，咱知影伊伫罗马时来死去吼，离开这个世间。所以伫提摩太前书、后书特别是伫后书的中间，伊有咧讲到。伊爱提摩太来探访伊啦吼，咱搁来接续来读下底啦吼。
伊并且鼓励提摩太继续来勇敢对抗以弗所地区的这个假教师啦吼。所以重点伫经文的重点来讲，伊这是一个，亲像咱前面讲是一个教牧的书信。好，那亲像咱咧讲，伊是一个mentor 咧训练一个传道者呢。伫提摩太前后书有伊的副教神学伫内底，但是伊的神学的价值无亲像其他的书信遮尔悬。神学的价值，亲像罗马书，伊就是足直接咧讲到即个神学的问题吼，神学问题。所以伫即个所在，伊咧劝勉提摩太吼，爱抵抗即个假教师的扰乱。伊爱劝勉提摩太伫信仰顶悬是伊的即个囝儿吼，信仰的囝儿。来劝勉伊，着爱努力，爱尽心。第三，伊是伫教会的同甲品格中间，咱有看到迄个提摩太前书3章，伊伫遐咧要求即种品格。相款，伊嘛去要求提摩太爱亲像安尼来安尼来服侍啦吼。对真理的坚持，伫咱拄则读的经文中间，咱有看到。过来，伊嘛提醒讲，着爱用圣经做基础。伫现在教会中间，咱若咧设立一个牧师的时阵，咱若咧问牧师的誓约的时阵，拢会去问着即句：你有相信圣经是信仰唯一的根基啊无吼？即个真重要，伫教牧的即个牧会的工作顶悬，这真重要。提摩太后书的分段，咱看到第1章第1节到第2节是一个请安，伊这是做 standard 保罗的请安的模式啦吼。伊就伫遐讲着伊是甚物人，伊甲甚物人请安吼。再来第1章的第3节到14节咧讲着伊要写批的目的，甲伊的勉励啦吼。当然即内底伊佫有提着提摩太的心性吼。讲到伊的家庭、甲伊的信心等等正的。第1章的第15节到2章的26节，伊遐咧讲到另外一种第2摆的勉励吼。伊遐咧讲到保罗的同工的问题，比如讲，又提到3个人是背叛伊的，只有1个人吼，真糜烂安尼，对伊真仁慈吼，无掠伊做见识。对第2章的第1节到第26节，是对提摩太本身的一个勉励。伊鼓励提摩太爱忠心服侍，嘛爱坚持伫对抗这假教师的这个教导。第4项对第3章到第4章的第5节，是第3摆，搁一摆咧讲到勉励的问题。伫即个所在遐讲到末世。特别是讲伫末世的时阵吼，假教师会搁较济吼，所以伫迄个所在，伊伫遐来提醒爱防备。然后伫3章的后壁面，保罗讲到家己的状况。3章14节到4章的第5节，搁一摆讲到对提摩太的劝勉吼。第4章第6节到第18节，第4摆搁一摆的即个提醒甲劝勉。第6节到第8节，第4章第6节到第8节咧讲到保罗伫要离开世间，也是讲伊最后的遗言。这是牧师一开始就咧讲贯穿伫提摩太前后书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哈，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个对提摩太第1章。提摩太第6章，甲提摩太后书第4章，拢讲着吼，贯穿整个提摩太的所以基本上就是咧劝勉伊爱认真尽力跑走这真理的道路吼。再来第4章的第9节到第18节，伊就伫遐咧表明讲，伊足望提摩太来甲伊visit 探访伊啦吼。这了后，伊才有最后的请安。好，
咱倒转来伫今仔日的经文吼，对第一章的第1节到第18节吼，第1节到第2节，这是保罗真习惯用的请安文，伊表明伊家己的身份，我是保罗，然后伊伫遐来甲即个受批的人来祝福。照提摩太前书第6章上落尾的经文，咱会通了解，迄张批是透过提摩太，要互以弗所教会的一个公开信吼。所以伫即个所在，伊嘛是伫遐咧甲教会人请安，甲提摩太请安。第3节甲第5节咧讲到提摩太的信心甲伊的身世的背景，才有提到保罗怎样用祈祷来支持、来扶持、来为着提摩太来伫遐将伊来交互上帝安尼吼。过来伫遐咧讲到两个人的关系啦吼，是伊受呼召，保罗对因的家庭的了解吼。我伫互咱的资料第5节的即个资料的内底有讲到伊的身世。咱会当参考伫《使徒行传》第16章第1节到第5节，保罗伫罗西德的所在去看到一个门徒，伊的名叫做提摩太。迄个时阵伊真少年，伊的老母是犹太人，但是伊的老爸是希腊人吼。伫即个所在有真侪人拢讲提摩太是一个真好的青年，所以伫迄个时阵。保罗来熟悉伊，然后甲呼召来军队伊做伊的学生，然后提摩太去单独去牧会的时阵，伊就写批来劝勉伊。哥林多前书第7章14节，因为无信的丈夫就因为某真圣洁，这个指啥物啊？这是咧指提摩太老母甲伊的爸爸吼，无信的丈夫希腊人吼。因为伊的某真做圣洁吼，照犹太人的传统，就是讲，若负责人犹太负责人若嫁互无信主的人所生的囝，即个囝会通成做因的犹太，会归入犹太教内底吼。所以因迄个太太伫信仰，也是讲伫迄个家庭的传承内底非常的重要。这嘛，互咱来想到，当耶稣咧传福音的时阵。有人带囡仔来就近伊，啥物人带囡仔？毋是爸爸，毋是阿公，是遐个妈妈带囡仔来就近耶稣。所以耶稣甲伊个门徒讲，毋通拒绝遮个囡仔来到我的面前吼。即个大概迄个背景，互咱来了解妈妈对伫迄个囡仔的信仰的栽培是遮尔啊重要。对第6节到14节是对第一摆对提摩太的提醒甲劝勉吼。伊讲到还手。借着我还手你所得到恩赐，搁一甲互咱倒转来伫提摩太前书第4章14节，伊讲借着先知的预言，甲长老的还手，吼，伫即个所在互咱来看，伊讲的迄还手真重要，吼。然后伫第5章提摩太前书第5章22节讲，毋通随便甲人还手，吼。即个还手是一个设立，是咧印证上帝的呼召。所以这个真重要嘛，真 serious 的代志，而且伊搁再提醒，咧讲到伊甲提摩太还手的这项代志，然后伫遐来借着还手来设立了后，上帝予伊的恩赐。咱嘛共款看到提摩太前书第4章10节到16节的经文吼，我用14节的经文讲，你毋通忽略你属灵的恩赐，这个恩赐是借着先知的预言。甲长老的还手赏赐互你的，即个意思就是讲，迄个设立是要印证上帝的呼召，吼。咱咧讲就任的仪式啦，也是讲牧师的案例啦、长老的案例啦，这拢真重要。虽然咱是借着咱投票赞成，但是嘛是对圣神的呼召，对这礼仪，咱来印证一个真重要的。服侍的人的呼召，这个是足真重要，也是讲真正式的一项代志。然后第3项，伊讲你毋好论内吼，不要胆怯吼。第7节里讲的吼，上帝的神会互咱充满力量，
疼心甲准则。吼，我较爱用家己的准则啦吼。准则就是咱像迄甘蔗节安尼吼，你就知影你有一节到遐就断去安尼吼，你爱知影你的准则安尼吼，也是碟啊共款吼。好，ABCD 的 D， 不以福音为耻啦吼。第80保罗伫即个所在咧甲提摩太讲吼，保罗本身嘛伫罗马书的批信内底讲，我不以福音为耻哈。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哈。因为神的义正是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哈。这义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哈。所以无掠传福音做见效，这是保罗伫遮一直咧强调的代志。头起先伫经文内底伊嘛咱咧分析的时候咧讲到伫上路尾，伊就咧讲到即个唯一无背叛伊的同工尼色弗因无掠伊去，因为福音去用关来掠做见效吼。所以即个概念真重要。伫当初时来讲，有真侪人咧踢笑遮的基督徒，遮的教会的同工。恁咧耶稣已经定是未过死吼，恁无啥通好传的。所以保罗嘛捌，我礼拜即个讲道的中间会去讲着，嘛捌强调讲，若无过我，咱所传的就枉然吼。所以伫当初时来讲，因所面对的是足侪人咧踢笑因，嘛讲我无过我啦。恁所信的耶稣吼，已经死去啊，等等遮的，所以保罗真强调讲，无掠福音做见效，这个是真重要伫当初时的基督徒的遮的使徒，也是讲遮服侍人所面对的压力甲批评是足大的吼。ABCD 的 E， 咱倚靠上帝第9节，伊讲上帝拯救甲基督的恩典得到咱得到伊的呼召，诚做上帝的。奴仆甲伊的百姓吼，然后爱诚做一个传福音的人，这是 F 吼。10节甲11节讲，为了这福音，上帝指派我做传道者、使徒和教师啦。意思就是讲，保罗伫遮用伊家己做例，互提摩太足清楚知影讲，你爱了解你家己的呼召甲你的职务啦，你毋通。因为别人看你安怎，你就感觉歹势啦，见笑啦，还是讲人对你有一寡批判，你就安尼失去迄个信心安尼吼。所以伫即个所在，伊接续伫 ABCDFG 吼12节，伊讲保罗去用关伫迄个家内底，伊感觉讲我是为着伊受困着，这是耶稣伫山顶的教示内底所讲的，对无？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吼。为着义，为着福音来受到即个遭遇，即个人是有福气的。嘛，正着安尼，保罗用伊家己的例来劝勉提摩太，伊伫有所教会有可能拄着侪困难，包括咱咧讲遮个徛祭先吼，足够变的遮个迄个假教师，迄个足困难的吼。你若拄着一个足爱变的吼，你就已经足头疼的吼。所以咱会当知影讲，提摩太伫伊有所教会，伊所拄着的遮个艰难，保罗伫遮来提醒伊劝勉伊，来忍受遮个苦难。伊讲，我着拢受即种的苦难，何况是你啦吼。过来讲 H 讲坚守啦吼，爱坚持坚守，这对提摩太足大的鼓励，因为伫困难的中间，你若无坚守的时，你就会失败吼。耶稣嘛捌甲门徒讲，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国吼。伊讲伫这个所在，你要坚持我所互你迄个健全的信心。虽然提摩太这老师毋是一个神学的书信，伊是一个教牧的书信，但是伊互提摩太批信中间，甲伊提醒讲，我所教导你遮的拢是一个真正确的。福音信息，你爱去持守伊，去甲伊持守，连结伫耶稣基督，得到迄个信心，甲迄个疼心，过来爱倚靠圣神，爱14节啦吼。
保罗搁一摆讲到圣神的保守甲惠难。头前伊有讲到第7节的时候讲到，讲伊的神，他的灵会使我们充满力量、爱心和自制。这第7节。第14节的时阵，伊搁讲一摆，爱得到圣神的保守甲能力啦，15节到18节，保罗伫这个所在咧讲到这的同工嘛，互咱来回想。伊讲这82个同工伫15节中间伊所提到的3个人，伊讲伊是亚细亚省的人啦，所以基本上伊毋是犹太背景的人，是外邦的基督徒。那这个嘛，提醒咱拄则讲的，讲伫提摩太前书3章第6节的是保罗讲，初来教会的人，你莫互伊担当这个讲监督的职务，还是讲互伊来参与伫教会服侍，免得这个人我想这有关系啦，就是讲。保罗知影以弗所的教会状况，所以伊伫这个所在嘛提到这个人当然是以弗所教会的同工啦然后伊后壁咧讲到16节到18节，这个所在伊咧讲到保罗所拄着为伊伫信仰顶悬坚持，伫主的疼心内底坚持安尼适合这个一家人，伊讲。因屡次的鼓励我，我都要用英语的经文甲咱讲是 mercy，用主的怜悯、主的慈悲来款待我，来伫遐关心，互伊得到安尼真安慰安尼他不因我做囚犯而觉得羞耻。那个规个经文保罗写互提摩太的那个连做伙保罗有讲到伊关于家内底，伊有甲提摩太提醒讲，不要以福音为耻。因为伊是福音的关系，受到关家。那安尼的逻辑来看的时阵，你若掠保罗做建设，就是掠伊所服侍，也是去用关的原因做建设。所以这是伊咧强调的代志你说服伊真清楚，保罗受掠的原因，毋是因为伊做歹。是因为福音的缘故，然后受害、受掠、受关家伫内底所以伊讲，伫即个所在看到安尼说服即家庭的人是遮尔有信仰，伊就愿上帝的怜悯是上帝来赐福伊。然后伊佫提醒着安尼说服是一个以弗所教会的同工提摩太嘛捌伊咱知影倒转来伫迄个。第2摆保罗的宣教旅程的中间，保罗捌伫以弗所2冬外的时间，迄个时期，安尼说服是伊个真好的同工伫遐做伙服侍。所以伫遮咱会当看到讲，保罗伊真学了即个同工学了即个同工，并毋是讲伊做偌济奉献偌济，那是因为伊有主的疼，有主的怜悯伫伊心上。好，来以上，来我 stop sharing，咱来做伙来迄个OK， 来，咱会通做伙来分享来回应。会有回音吗？安尼佫有回应的声吗？你无开啊。好。讲话来，把你开。我看你听清楚。安尼敢听有清楚？我听有清楚，因为大家拢关音关起来，我有开，没有就无事无有开的关。开始啊！目前安尼会使。开始个回音出来哦。回音哦。怪怪的，可能你迄个。所以先要讲了再讲。咱原则上讲起来要讲的开啦，好无？愈开就愈回音愈大。讲话人开啦。我先讲，
我先讲，有听到无？第8章哦，第8章因此你不要把为我们的主作证当做一件羞耻的事，也不要因我为了主的缘故成为囚犯而觉得羞耻。这个两摆羞耻，第4佮尾遐是第几节？尾佮讲一摆羞耻是第几节？16节哦。他不因我做囚犯而觉得羞耻。好了，然后你会跟大家分享了，讲我迄阵伫台湾读册，咱基督徒大部分拢一班1个、2个、3个。我会记我迄阵我招我迄阵前摆阮一个朋友伫West Virginia 迄个吼，伊嘛是迄阵嘛是基督徒啦。其实迄阵伊国民校我无咧虾米佚佗啦，因为吼伊较浅，伊讲读册啦。阮这讲佚佗拢甲厦门来册拢看伊足气的，因为老师的宝贝。但是我咧讲迄阵咱做基督徒的台湾做基督徒的是拢1、2个人尔，无一班上济看有2、3个吼。个但是我毋是讲安尼尔，我的名叫做主月，所以大家看我的名主，伊个主是啥物主哦，月安尼所以迄阵我咧细汉时当时拢会互笑讲我是基督徒有人话较歹啊，迄就甲我笑啦，讲一寡遐打油诗来甲我讲迄个笑基督徒。但迄阵我迄阵是感觉讲就迄阵咧就袂讲讲，毋是讲因为我基督做是基督就见笑，但是讲讲迄阵比如迄阵做基督徒讲互人笑甲艰苦心啦，艰苦心安尼啦。但是我去到迄个去到 Toronto 迄阵吼，我去读高中诶，我去读册嘛高中。你去到 Toronto 时，敢若大家文化佫无相像大部分拢是基督徒。迄阵去诶时 ，Toronto 时，迄礼拜日拢店拢关起来嘛，因为拢无当做生意。所以迄阵去就是讲，我变做一个改变，就是讲，我本来是少数变做多数。看到有看到香港啊，什么个，你若毋是基督徒，你啊剩1、2个尔安尼啦吼。我一寡朋友安尼就白人啊，是大部分拢知拢是较基督徒的即个背景嘛，安尼啦。这是我和大家分享的。多谢。有其他的无？我惊大家拢消音。文华顶咧讲啊，文华呀。文华咧讲吗？系啊。背起来。宝贝，你有意见吗？无啥。那有啥我也那个，对，我要回应一下那个刘哥哥哈。对，他那个年代呢，基督徒只有。你袂使讲刘哥哥，你要讲刘 uncle。可能有人喜欢自己变老一点，好啦，不是，咱看起来是你是要叫我 uncle。咱个看起来，你个看位倒位去啊？可能伫喙，迄个有我喙手迄边仔去，伊迄做手边较少年的。
个无输哦。来宝贝，迄个刘 uncle 是我的表哥。你是讲真诶假啦？恁拢讲真啊？伊是恁表哥，uncle 表弟啦。叫一个 uncle， 叫 uncle。uncle，还是要褪口罩，还是这我天哪！叫较济盖有肉包啦、吐司啦。哎呀，等足久诶啊，当时才开出去，就还。我真正在分享呢，你甲我拍断去 uncle。来，我是讲吼，伊诶年代甲我诶年代，无差着淡薄差。不过呢，我伫台湾伫学校诶时阵，我嘛是，要安怎讲，绝对的少数呢。就是说，基督徒也是一两个而已。我那个年代也是。所以从你那个年代刘安科的年代到我这个年代，好像没有增长，那个比例差不多，都是一两个。不过现在我觉得有增加了，因为很多艺人都开始有在承认信仰，所以有很多艺人他们的能见度比较大，所以现在有比例基督徒比例有在成长的。对，早期比较辛苦了，但是现在比较好一点，而且我上次就是今天有提到以佛所哈，那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个 QAnon 的东西啦，但是 QAnon 它所发布的讯息里面常常提到这个在神的装甲了哈，所以这个以佛所书六章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这个世代不管是好莱坞啦还是什么，特别是年轻人哈，非常多的诱惑或是 distraction， 所以有特别的需要这个，我想当然感觉上好像这个好跟这个黑暗的势力有互相越来越明显哈，但是就是说，当然我们是在末世是没有错的，就是说有这个好人在后面，当然神在掌权，就是说在让我们这个基督徒信仰哈，就是慢慢的来发光了哈，包括总统就是说支持这个信仰自由，强调信仰自由这方面，我想就给我们基督徒非常大的帮助了哈，因为这个世代所推的，好像对回教我们不能讲什么，因为就是好像就是会，你要是批评回教，好像就很大的反弹，还是怎么伊斯兰教这样子。但是就是说，就是说现在的基督徒当然还是有受到许多迫害，但是就是说，应该会好转这样子。对，所以那个 QAnon 的东西，它很注重这个以佛所书6章，就是因为有很多事情，非常的黑暗的事情哈，真的需要我们一般人不会去想到的，但是其实都会发生所以就是以佛所书6章是这么的重要。好，谢谢。魔术，我搁要请问，甲头早讲的拢无关系，就是讲吼，所以你的名是念台语是叫做你人好吗？你真好。是你人好，所以你人好吗？人啥？你人和。哦，你人和。你要会记住讲你真好安尼就好啊。嘿啊，我就想讲是毋是叫你真好？好，安尼我无问题啊，歹势换别人吼，多谢。平平。
平平是不是有分享？头迄个 David 咧讲修辞，然后咧讲伊咧读册的时阵，基督徒真少，安尼感觉讲好像特别甲人较无共款。啊，毋拄若以我是伫咧读册了，我才信主的，我是阮兜头一个信主的。不过我从小到大，基督徒的朋友就给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就是因为我的朋友有基督徒，然后我的邻居是基督徒，圣诞节他们邀请我们去他们的教会，那时候我妈妈就让我们去，然后我就去拿卡片，就好高兴。那是我还没有上小学的事情，我都记得。所以我自细汉我就感觉基督徒足特别的，足好的，我足欣赏的。嘿，所以我因为到尾我读音乐，所以我读音乐的人搁较侪是基督徒，大部分拢基督徒学音乐的人，阮迄个时代大部分拢是基督徒，所以我感觉讲做基督徒足honor的，我的感觉是安尼。所以我自细汉我袂感觉因为我感觉做基督徒的人，互我感觉拢印象真好。所以我的看法甲 David 无共，伊会感觉伊甲别人无迄个，毋拄若在我拢感觉讲，我的基督徒朋友互我的影响真大，我感觉因拢足好。然后我在国中的时候，我是读迄音乐班，阮的同班同学内底，基督徒就互我感觉甲别人拢无共款，呀，所以后来我也是基督徒，感谢主。你无甲你同班啦？嘿啦，伊无要甲伊共班，伊就去加拿大啊。阮拄着一个同学是安怎？我若课便当都无去啊。像即种安尼啊。来，老师你要讲话啦。讲年代无相看法拢无相，因为日本时代是压迫基督教，你知影日本人迄阵逼甲互人打耶稣的像，若无爱打，就掠去杀啦台湾是日本管的，阮囡仔时代是日本时代，迄个教育啥物，逐项拢互人感觉讲，迄就是基督教的迄个。总是你敢知咱台湾人若足现实啦，讲福来拢换过基督教啦。要练音乐，要练英语，要啥，阮拢目睭看啦。迄拢毋是来真正在追求啦，真正拢是来参加唱歌、唱歌队要创啥，拢是安尼做这个就是啦，就是变做基督教变做人气超顶的啦。古早是神学人也无爱读，讲好了新人伊人嘛小济要读，变做安尼啦。逐项拢是这安怎讲？爱看迄个真实的迄个内底代志啦。我是看足济咯，我看三个政府过所以我拢小可会知影啦。无随便讲安尼看这就讲安尼感觉甲。较有妖异啦，我讲互恁听，所以恁即个世代是拢无看到日本人在压迫。阮妈妈因，我足感谢阮爸母，阮爸母是因足有信仰，因为礼拜时拢迄个时代电视袂当摕圣经书呢，大家会唱呢，伊拢甲你包包咧呢。我总是拢硬伫遮，圣经甲电视要去教会时行。安尼是无，古早无咧赶迄骹网。伊讲到尾人拢会笑讲耶稣教啥物教，到尾有个人拢惊人看，就包咧安尼，用寒拢毋敢安尼，互人看到讲圣经圣诗安尼。多谢。日本是因为神道主义，所以伊对其他的宗教，特别是
基督教当初时有足侪迄个天主教的宣教师伫日本嘛受到迫害啦吼。咱知影日本的基督徒的比例吼1%尔，基督徒的比例1%尔吼，甲咱台湾的一个民族足接近的，就是客家。客家吼真歹传录音，嘛是1%尔吼。这有伊的民族性，甲因的迄个宗教的背景伫咧啦吼。你讲到迄个基督徒受到压迫的问题，我会记你捌伫你伫我心内底甲咱做分享，就是讲我伫大概1981年、80年迄个时代，伫新人院咧读册时阵。阮若要买台湾话圣经、罗马字圣经吼，是爱用头买。你若去调查局会看到吼，是会掠去关的啦。是迄个时代有迄个背景啦。当然即摆人较近嘛我想有咱的时代背景，好哪亲像保罗迄个时阵，伊所面对的嘛是正的耶稣嘛是。到尾也是用政治的罪吼，伊讲伊自称犹太王嘛安尼去互来判死刑吼。伫无共款的时代，拢有迄个压迫伫咧啦吼。但是你注意甲看回顾咱的历史吼，伫愈大的迫害中间，福音愈广传。你也看卖这就是基督徒信仰真水的所在啦吼。我捌看过一个故事，讲有一个妈妈吼，有5个囝啦，拢去做宣教师啦吼。去一个吼，死一个，结果5个囝去做宣教师，拢总死。有人就来问讲，你敢有祝协会，互恁囝去做宣教师啦？伊讲啥？伊讲我祝协会，我协会无生第6个。迄种的信心咱会当知影讲，就是安尼，所以咱的福音会当安尼广传。保罗迄句话，深深来提醒咱，不以福音为耻这个足重要。阁有无？牧师，你有要回应无？我可能含大家讲一下迄个经验啦今仔日即个提摩太遮所讲的即个信仰的坚定我是感觉真重要。因为我过去有一段时间是有做进出口的时阵，但是我咧当着的迄落对象，也是讲当着的生理的迄落直接的时阵，有的是基督徒，所以当我看去迄个基督徒的时阵有当时有的是隐藏的基督徒，就是讲，我是感觉讲，伫即个信仰方面，你若无讲徛真在的时阵尤其是伫台湾迄个生理的迄个直接尤其是毋是讲像美国即个生理的讲有 contract 还是啥，还是讲有咧暗盘也有啥的时阵，常常就会有当时变做甲你的信仰甲原则煞变做埋葬去安尼。所以我是原来有看过即个例。但是大部分就是讲，你若是有迄个信仰的时阵，咧做的时阵，到尾也是会变做继续久长的，搁尾原来会渐渐咧赢着人的信任啦。所以我是感觉，伫即个信仰内底，看你要徛起，你咧做代志行为。不管是做对一个方面的迄个专业，你若是用你的信仰当然你会当较灵活的时阵，迄个做法将来的迄个到尾拢会当赢着人的信任，甲赢着迄个对方的接受安尼。
有无？嗯？记者。哦，你去莫师娘在点你的名啦。记得。你去头风上到楼下等你啦。那要打。头风楼下等遐加起来，当我念的迄款David 的头发店。你看进去嘞。这边打经。真正阮 uncle。你讲你 uncle。你是 uncle 哦，好啦。迄个牧师吼，你头拄提起迄个 guard 吼，迄个就是讲坚持甲迄个保护吼。无定你看有迄个例，还是啥来含大家分享，就是讲咱毋是干那坚定信仰尔，咱可能是要安怎去保护来安全，还是讲来保守，可能会当较一个积极的做法。来，我看卖啊哈，主信讲，遐个头毛就是。其实你咧讲到这14节这个部分吼，14节部分其实伫耶稣咧讲的约翰福音14章，耶稣讲真济关于保惠师，也是讲圣神，拢伫约翰福音14章的所在啦吼。耶稣就是讲，我最近拢有讲到这个经文啦吼。你讲到伊毋是要离开咱尔定，伊阁留平安互咱，而且是主要找上帝要找这个保惠师来甲咱永远伫地。所以迄个 guard 是咧保守咱，伫迄个圣神的内底，咱受到迄个保守吼。就亲像保罗伫这个所在咧讲圣灵持守那托付给你的美善。那耶稣就讲圣神是要爱来提醒你我所有的假事，要将平安赏赐互你，然后是要到永远伫地吼。所以圣神的工作伫遮，其实保罗嘛伫遐足清楚咧讲，伫今仔日个经文内底有提到几若摆圣神吼，的这个工作吼。你像讲第7节讲，我们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灵，不使我们胆怯。迄个是主耶稣伫约翰福音咧讲迄个保惠师迄个部分啊，使我们不胆怯。咱会当搁倒转来看到迄个圣神降临节，过来咱5月31号就是圣神降临节啦。咱圣神降临节，咱咧讲的伫《使徒行传》第2章。第2章，伊引用以西结书内底的经文，伫迄个所在咧讲到圣神的工作，会互人老人也做异梦，对不对？少年人有异象。遮个就讲
借着圣神所想事的开力，咱会当对温度伫即个前后，即个 moment 的前后的表现。哦，我伫即个搁后一个是时常拢会用着即个，就是讲，当拄着受难的耶稣的时阵，温度一个好人，一个出卖，逐个走到无看的人。再来咧，当圣神充满了后，因无搁再惊吓。伫迄个正人的面头前，因伫遐勇敢传福音，不以福音为耻。然后因带见证互咱讲3000人信主，也是几千人。咧伫因的迄种勇敢的团体生活中间，上帝日日加添因的人数。所以迄个圣神的开力，咱会当看伊讲是你无法度去料想的，会当互咱改变咱的生命的品质安尼。多谢。咱来看迄个12章吼，迄个12节吼，迄台湾迄落台语的，伊咧讲，到尾啊第2节，因为我捌我所信的，也深信伊会保守我所交托伊的到底，伊用保守我所交托伊的啦吼。啊，你也看迄个，看咧中文的吼，中文的12节讲，因为我知道我所信靠的是谁，也深信他能够保守他所付托给我的，直到主再来的日子。这你看，你读这两个，敢有感觉相像意思，还是讲咱感觉无啥物？我讲的意思是啥？我了解吼，台语会较接近原文的意思。咱来看英语，我互恁的英语的部分吼。第12节的落尾吼，第12节的落尾伊讲 ，and am convinced that he is able to guard what I have entrusted to him。咧讲着保罗咧讲着伊信靠主，主会去持守伊。中文呢，中文现代译本较大的问题是，它用意思去翻译的啦，较无伫原文的意思顶悬去坚持安尼啦吼。对，当然伊而且是咧讲保罗咧劝勉迄个提摩太吼，伫即个所在所以伊甲改做安尼吼。但是你若照伫迄个较原来意思是咧讲着伊甲上帝的关系啦。你要持守迄个上帝继续甲你持守安尼吼。你若讲，咱看14节，14节讲要借着住在我们内心的圣灵持守那付托给你的美善，付托给你的。中文是所交托互你的嘛吼，所即个讲14节是讲交托互你的哦。颠倒了，主持受死已经不一样。你讲这12节啊是讲所交托啥物？交托伊的。所交托伊的。我是都是我所交托。你照中文的，咱中文的这边即是讲，他那个12节是讲，也深信他能够保守他所付托给我的，所以变成安尼变成讲，即个中文的12甲14的意思若较相像个无？敢是？哦，若讲台语的，就感觉讲。读起来感觉迄意思啦，那是较无相像的款。这是但是我咧看希腊文的圣经吼，
或者是 deposit in trust him， 所以基本上是所交托伊的较接近原来的迄个意思啦吼。现在到底是谁交托谁？是谁交托谁？是我交托伊。And trust 去相信上帝，我靠上帝的意思。我靠伊啦。是伊我靠上，了无了交托。我靠上帝，嘿。我靠上帝，对无？嘿。交托伊。啊14节嘞。托付东西给我，托付给我。14节吼，来我看者哦，14节他所讲的。12跟14中。是。不太一样。伊的受词改做 you。交通你的好事，嘿。讲，变了12节甲14节意思无相。伊的受词无共款啦。The good deposit entrust to you, keep the Spirit Holy Spirit doing in us。迄个照希腊文的迄个翻译是安尼啦。所以是所交托你的好事，你着倚靠咱的圣神来固守伊。即个伊是咧指迄个你的吊命啦，你所受的吊命啦，嘿。12节是咧讲着苦难要安怎去倚靠上帝来保守。伊讲，我深信伊会保守我所交托伊的，就是讲，迄个交托其实是 entrust， 是信任倚靠的意思。颠倒是迄个交托迄个字，较翻译了较无好势啦吼。应该是。假像咱咧交代上帝做代志安尼。其实，迄个应该是讲，我所倚靠伊的 entrust to him 安尼，安尼翻译起来的意思就足大无共款啦。因为这是算被动嘛，吼。所以我 trust to you 就是等于那就讲，你是互上帝信任的，所以你是被托付。嘿。所以这个被托付的物啊，你都要好好的 guard it。呀，呀。你拄着困难的时阵，圣神嘛会 guard you。好，你共迄个字，但是迄个数字无共款，意思无共款啦。迄个12节吼，我会迄圣一首圣诗，敢是？对。我所交托伊的，我在所信的救主，为我在所信的救主，我靠为你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伊的。为保守的家己，保守所交托伊的啊。哦，你是诗啊，你唱歌啊，你讲嘛。所以这用台湾话是。讲交托吼，是算讲足有礼貌的讲法。我常常听人讲吼，上帝我交托你吼，你知影？我讲拜托你较大尾呢，吼。就是讲托付的意思吼，交代有小可由上往下安尼啦吼。命令。命令嘿。来做信息的看哦。是。一条片做我会晓背。152啦。哎哟，高哦。地跳堂哪会遐大？
拍手，拍拍手了。OK，迄句我不爱讲。我家己报较袂超车。啊，搁提醒过来，咱搁剩3张尔尔哦。啊，看要过来要读啥个，甲我讲哦，我当准备哦。无我就准备。啊？经验。你就客气了。即摆讲经验。客气了。你敢会记得我我咧讲迄个12集甲14集啦吼。我是咧看即个，你会记咱像咱教会有迄个这本应该你可以去接的。我想有的人这本啊。哦，对。研读本来你也看伊这个写吼写12甲14。你讲伊12甲14讲相像的意思嘛，敢毋是？研读。咱干嘛读题目台？啦。日记啊啦。迄本是啥？这本。咱刚读着这本。他读过2本去啊！你之前有读过哦？我读过2本。无啦，我是讲你迄本是啥？你迄本是啥物个？题目台陈老师啊。咱捌读过题目台。sorry。我这本毋是伫新友摕啦，这本是以前足早以前摕。买。那伊讲买啦，你隔壁迄人是买。迄当阵是敢若甲中山信无煞是安怎？一摆敢若无几多10本啊。对啦。毋知迄当阵安怎摕，全买足侪本的，毋知咧买啥。偌钱啊！啊，毋过我感觉这看着真花。花着我是讲我咧开了足看了足花的花的。这意思。啊无，咱请伊带咱来做袂记得，咱今仔日先到这。吃几多？我做结束几档？哇！哦。讲介济话说，今仔煞爱记得。特别，阮的上帝感谢你，阮一时，阮兄弟姊妹，阮做伙来读圣经，阮来研究圣经的话。特别上帝，有时阮感谢阮一时袂当真侪了解，但是主阮知圣经是阮逐日来读，一摆读，一摆对领受的信息，阮会当一摆，佮对伊佮认目佮深。特别上帝帮助阮逐人拢持守伊这信仰，阮逐人会当来一日找机会找时间逐人会来领受。特别上帝感谢你赏赐阮这好的时间，阮感谢主，阮的遮你是会带领阮阮用这个好器具当组织大家做伙，而且用短时间，阮会当
当所有交陪，特别上帝，阮拢献上阮的感谢。主要阮伫即个传染病的时间的时阵，帮助阮逐人会晓知影，会晓来保守阮的身躯，来当注意阮的健康苦主看保守阮每一个兄弟姊妹阮逐人会当来准备阮的心，即礼拜来参加阮主。即礼拜当做为来参加礼拜，做为来服侍主敬拜你，期待从时刻最后所祈祷心来求。谢谢。Janice，Janice。